再来看新北市警方统计，今年1、2月份有278件的车祸哦。昨下晡永和就发生连环车祸，一个70多岁驾驶可能是熊熊共神，驶上车道去弄到公车甲货车，公车有坐7、8个乘客，加载是无着伤。 好钱变青顶，汽机车起步，倒头前有一台免路对头前驶咧方向对咧偏，然后去对着双黄线，搁下到对向的车道，先弄4台货车，搁去弄到公车。公车我们被撞，然后有救护车。所以有人被载走了？没有载走。宾士的车头损坏，然后公车听说水箱有破裂。 这个连动的车祸在新北市永和，这10下晡2点多，肇事的74岁查甫人在永靖路顶悬，忽然间失控弄车，警方到场来甲酒测，无验出酒精的反应，初步调查肇事原因。驾驶讲伊是无专心硬去，但是详细原因和责任的归属，搁要等后壁厘清。 方向机的部分有受损，那落了满地都是派技工去把它处理完之后，再把它拖回去，这样我们都会跟对方去求偿啊。经查本起事故，车内驾驶及乘客均无人受伤。 公车无故轰动，业者事后会求偿，只是迄当阵车内搁载7、8个乘客，好佳在拢无人受伤。但是安尼无专心驶车是引起的交通事故。根据新北市警方今年前2个月统计，就有278件，甚至是造成1个人死亡，181个人受伤。 引起恍神分心交通事故之原因有精神不济、其他事情分心、捡拾物品、服药或是饮食等情形。警方提示讲，伤忝、食药爱困等，只要精神歹，就应该避免驶车，因为驶车上路都应该真专心，若是小可有前差，拢会冲击到用路的安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